今日嚟到呢度啦，又送多個歷史景點俾大家啊！又到歷史老師講歷史嘅時候啦。哇，Sensei你好勁啊，好崇拜你啊！嗱，呢度係歐洲近代一個好標誌性嘅地方嚟噶。嗱，大家淨係知道1989年嘅東歐突變啦，以柏林牆倒塌為標誌啦吓。大家知唔知喺邊度為起點咧？其實就喺呢一個位吓。呢度咧就奧地利同匈牙利嘅交界。1989年之前咧分蘇聯陣營同埋西歐陣營嘅。奧地利就係西方嘅最東邊，匈牙利就係東方嘅最西邊。我前面呢道門咧就係以前穿越東西方世界嘅地方。呢度直至到而家仲係兩國交界。嗱，我前面呢個地方已經望到奧地利嘅國旗啦。呢度行過去就奧地利。1989年之前呢個地方係唔可以隨便嚟嘅。你可以理解成南韓同埋北朝鮮嘅板門店。西方世界嘅人冇人願意過去。蘇聯陣營嗰啲人咧，如果你想過去西方世界咧，就會被定義為叛國罪。喺匈牙利邊境呢邊咧，喺而家仲睇到好多哨塔嘅。當年好多人喺度想逃過去西方，係會被直接射殺嘅。喺度我哋會見到好多紀念碑。而家清明節前後，同大家行下陵園，講下歐洲嘅一段血淚史啊！今日根據呢度啲相，一張一張同大家介紹翻當年係咩情景啊！地圖中藍色咧就係西方陣營，粉紅色嘅蘇聯陣營，中間黑色嗰條線咧就係以前嘅鐵幕。鐵幕顧名思義就係咁樣，有一個鐵絲網攔住，就唔俾東方啲人逃過去西方世界。後邊仲有無數個好高嘅哨塔，只要有人靠近鐵幕咧，就會即刻開槍射殺噶啦。呢個鐵幕咧存在於1955年到1989年之間，係整整貫穿咗成個歐洲大陸。呢個就係哨塔啦，而家仲保留住一兩個喺度。喺1989年之前啦，匈牙利係整個東方陣營自由度最高、思想最開放嘅。以前同奧地利又曾經係一個國家啦，所以當年匈牙利人民嘅改革慾望係整個東方陣營裏邊最強烈嘅。喺89年嘅6月，奧地利同埋匈牙利政府係象徵式咁喺鐵幕嗰度剪咗一個窿。更加喺同年嘅8月咧，喺我哋而家見到呢片草地上面舉行咗一個泛歐午餐，允許由於冷戰而被迫分割兩地嘅親人可以見面。由於呢件事咧，當年係湧入咗好多想逃離東方陣營嘅東德人啦、捷克人啦、波蘭人啦等等。喺午餐舉行嘅當日啦，就有600名東德人偷渡走咗過奧地利。600人點解會成功偷渡呢？原來就係當年匈牙利有一個警長叫貝拉，特登放佢哋過去嘅。後尾警長貝拉亦都因為佢呢件事冇咗邊防警察呢份工，仲差啲俾人送咗去勞改添。仲有一個原因呢，就係當年啱啱就係東德成立40週年，佢哋大部分嘅軍警都被抽調咗去做國慶嘅儀仗隊。你知以前蘇聯最興嘅啲粗暴操到好正好齊嗰啲啊，正因為呢600個人成功逃咗過去西方，呢個消息傳翻過東方之後呢，喺未來嘅10日，總共有成2萬人喺度走咗過去。最終喺呢啲人付出血汗同埋努力下啦，柏林牆喺89年嘅11月正式倒塌，之前貫穿歐洲嘅鐵幕亦都徹底展開晒。咁當年放嗰600個東德人過去嘅警長貝拉，即刻就有一個國家罪人搖身一變變成促進歐洲統一第一人啊！咁喺09年嘅8月19號啦，即係泛歐午餐嘅20週年紀念日，當年德國嘅總理默克爾同埋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特登請翻警長貝拉出嚟舉行一個紀念日，仲特登喺柏林搬咗柏林牆遺址嘅其中一塊石嚟放喺呢一個位。我哋前面呢一個呢，就係以前嘅，你可以理解成海關咁嘅嘢啦。以前嘅東方世界呢，淨係嚟到呢度噶啦，冇得再去噶啦。再行多2步就俾人射瓜噶啦。我哋可以睇到全部用鐵絲網攔住晒啲人嘅。前蘇聯以前嗰套好唔好，我哋唔去評價啦。但係事實上呢，好多人冒住生命危險都想走噶。咁相信歷史會評價嘅呢啲嘢。我哋而家見到呢度呢，就係當年舉行午餐個地方啦。呢個艇呢，斷估都係當年領導喺度發表致辭嘅地方。你知啊，前蘇聯嗰陣一定要讚美啊將軍一輪先有得你食嘅。咁後邊嗰啲台呢，應該都係嗰啲咩獎啊咩官啊先有得坐，其他嗰啲茄喱啡啊鋪塊氈坐喺個草地嗰度食。今日講古講到呢度啦，我都要去食嘢啦。中意講古啊，評論區話我知啊。